知道咱们北凉最大的敌人在哪？北莽，那算不上。京城。皇室宗亲确实对我们北凉有所忌惮，但不管怎样，那也算是个外地。你的意思是，北凉最大的敌人在内部？没错。北凉铁骑天下无双，要想毁掉北凉的根基，只能从内部着手。宁峨眉跟外敌联手？没有，他要举反旗？他忠心耿耿。那你为什么关他呀？他支持你弟弟呀。你说什么？起来吧！黄蛮儿天生神力，军中支持他的人可不少。那不是好事吗？甚至有人支持他接手兵权，执掌北凉。宁峨眉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你要亲手杀了他，稳定军心。就为了这个就要杀他？不是他们让你弟弟要接替你的位子，就交给他有什么不好？我也没想要啊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弟弟吗？你刚自己不是说了吗？黄蛮儿天生神力，但他的心智如同孩子一般。皇室觊觎，外敌不绝，你让你弟弟怎么接手这一局面啊？哎，支持他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吗？他们为什么要选黄蛮儿？就是因为他心性天真，容易被掌控。如果你弟弟接手了北凉，他一定会成为那些野心家的棋子，到那一日，咱们徐家便万劫不复。宁峨眉不像是如此心机之人。他当然没有想过要控制你弟弟，他只不过是对黄蛮儿佩服而已。像他这样的军中之人，就是被那些人推到明面上的棋子。那背后真正想借此机会掌控北凉的人到底是谁？还在查，不急。你先把宁峨眉给杀了，也算是给他们敲一个警钟。杀宁峨眉总需要一个罪名，刺杀北凉世子啊！空口白话，无凭无据，谁会信？如此杀宁峨眉，只会军心大乱。谁说无凭无据了？你还记得第一轮刺杀，是有人把你的画像送到贼人的手里吗？画像的事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勾结外敌，其罪当诛。那画像真的是宁峨眉送出去的吗？是不是他，有那么重要吗？画像到底是谁给楚人的？画像是你给他们的，你看，哎，你看是不是？我挑了一副最像的啊！靖安王策划此杀是为了青州财权，而你将计就计是为了铲除异己。宁峨眉军中也有人吗？只要坐实了他通敌的罪状，才可杀人。哪怕他是无辜的。北凉不能乱，
只有杀了他，才能平定军心。北凉不能乱，这话说的跟陈之豹一样，这事儿他也知道吧？你才是世子，我们做这一切，全都是为了你。我不会杀宁峨眉。丰年，你姓徐，守护北凉是你生下来肩上就要挑的责任。为了北凉滥杀无辜也无所谓了。我不会杀宁峨眉。好，不杀也可以。啊，哎呀，还有第二个选择。如果黄蛮儿不在了，这争权之说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那什么叫不在了？让黄蛮儿离开北凉。够了，要么杀了宁峨眉，惩戒军中野心，要么送走黄蛮儿，釜底抽薪。你总得选一样。我一样都不选。北凉占据3州之地，统领35万铁骑，要守住这么大的基业，你手上怎么可能不沾点血？所以黄蛮儿，基业我根本就没想要。那北凉今后怎么办？不都说陈之豹才是小人徒吗？众望所归啊！我说的很清楚了，黄蛮儿不许走，宁峨眉不能杀，就这样吧。干嘛？我是来告别的。告别？我会武，却一直瞒着世子，是我行事鬼祟。从今往后，不敢再留在世子身边了。徐骁让你保护我。青鸟欺瞒世子，罪不容恕。他在我身边，到底藏了多少人？留了4名死士。甲乙丙丁，我是丙。其余3人是谁？我们各自独立行事，不知其余3人是谁。这是要我慢慢猜喽。不过王爷说过，乙和丁已经为世子战死了。已经死了2个。可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。还有一个甲，难道是红薯？我不知道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这就算惩罚了。院里那么多事儿，别老想着跑，进屋干活。等等，你记住，从现在起，你的身份就不再是死士，只是丫鬟，明白了吗？手感不错，去吧。世子对你不错嘛，我还以为你铁定被赶走了呢。从今以后，
我不是死士了，我是世子院里的丫鬟，青鸟。那么你呢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世子身边？你真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你猜呀。没事儿，就是闲来无事，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哦，青鸟这个丫头，其实是我爹安排在我身边的死士。他跟我说，我身边一共有4个死士，已经死了2个，还剩最后1个，藏在我身边。哦，你会不会武功？会吧？那你就是藏在我身边的最后一个死士。我不是。我，驾，我确实不像。你会武功？会点。那你武功有多高？差不多这么高。那你每次马尾追我，你跑得比我还快。我武功这么高，我不能轻易出手，这很容易出人命的。吹吧你就！我就不应该猜你是死士，哪家高手像你这种风范呢？偷一只鸡，惹得半村人出来追你。哎呀，老黄啊，徐骁让我做个选择，要么杀了宁峨眉，要么把黄满儿送出北凉。少爷，军中有人支持黄满儿接掌北凉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，连我都想不到，徐骁要把黄满儿送到哪儿去。我大概能够猜到要把小王爷送到哪儿去。你知道？送到哪儿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少爷您是不是不愿意小王爷离开？我当然不愿意了。可是我不愿意有什么用呢？大姐、二姐走的时候，我也不愿意，最后还不是都走了。我就是个名不副实的世子。少爷，我这几天啊，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3年经过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有这心就够了。
少爷知道胡地老魁吧？我当然知道。前一阵子林探花刺杀，我求他出手来着。那少爷有没有想过把老魁给放出来呀？小时候就试过了，他那链子斩不断。那少爷您也是缺一把好刀啊！哎，有事儿？魏爷爷呢？睡着了，睡着了好。其实我找你，你上次说你有一把刀特别锋利，好像就是这把，是叫春雷对吧？有话直接说。你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就一会儿，马上还你。借刀做什么？外边那湖底下锁着一个不知道多少年月的老魁，我想借你的刀把他给放。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？我救了他，没准他能帮我。谁说的？老黄啊！老黄，胡地老魁的事儿，你跟他说说。哦，这胡地人被4条运心铁索缠住，倘若有谁能够亲手砍断铁索助他离开，便能收服这个胡地人。这你也信？试试嘛。你身边人还不够多吗？有些事儿给梁王府的人未必帮我。你怎么能跟不会武的人这么扔刀呢？万一我无后了怎么办？那刀行吗？挺亮的，我觉得行。不亮的是木刀。要不你还我？啊，行行行，我下去了。放出来不会出事吧？少爷放心，老黄在。
又断了，又断了！哎呀，哎，我刀呢？蝴蝶老魁那儿呢？我看他的意思，他想自己砍开。成了吗？这不是成。给我回去！厉害，老黄，厉害吧？李一山还活着吗？在水里待那么多年，还能说话？哼！别动手！滚开！哎，小家伙，别找死！是说我救的你啊！所以现在你还活着。这就是你说的收服啊？
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李义山在哪？李义山，你活着就好，不然我这仇都不知道找谁报去。李义山，当年的无双国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是你师傅。说你出了馊主意，你不是说把他放出来就能收服了吗？打到收服就好了。什么？剑九皇，原来你也还在。好，爷爷我就破取九剑，报当年战败之仇。剑一，龙蛇。剑二，并蒂莲。皇，少爷等等，还没完呢。当年是我把你打落湖底的，今日结局还是一样。剑三，三金。
吃饱，不打了。嗯。老黄，你。少爷，收服了。老黄，你武功这么高？少爷，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武功大概有这么高。人家邓太阿手里就一支桃花，这剑九皇的剑匣子里可全是名剑。换身衣服，老子要吃肉。你是剑九皇，你知道他？近50年用剑高手，除剑神李纯刚之外，只有2个。一个是桃花之心剑神邓太阿，再一个就是他了。拿走拿走，这10几年的呀。不打了。哦，那我就先去睡了。要不你过来吃点？我看书去。哦。师傅，干嘛放我出来？少爷救了你，是不是该报恩啊？放屁！这小子放了我，最多我发善心不杀他，报个什么恩？不报恩，再把你打回虎地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吃完了告诉我。少爷，你肉你得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。想好了没？怎么个报恩法？留在府里，保护少爷。有你在，要我做什么？我很快就走，在我回来之前，替我守住少爷。你要走？回头细算。好。行不行？你多久回来？最多2个月。好，2个月之后你不回来，老子要走人。行。红薯替世子把鞋脱了，自己的院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我自个儿能脱。那要我们有什么用啊？青鸟，有了老黄和胡迪老魁，你就更不用做死事了。以后给我安安心心的做个丫鬟。世子对青鸟可真好。你也一样。遇到危险给我躲得远远的。我院里的，一个也不许死在我前头。
弄什么？老黄，老黄，酒。黄大侠，给大侠上酒。哎，老黄，你下午说的那个，少爷，咱们那次吃鸡是顺了2只蛋还是3只蛋来着？3只，就说是3只。哎，老黄，你今天下午说你要走，去哪儿？我得去一趟龙虎山，黎阳王朝第1大教派，你去那儿干什么？有些个故人要去会一会。会完了，我得去一趟武帝城。东海武帝城？你去那儿又是做什么？有一场架，打了一半，我得去打完了。自打我记事你就在府里，你这架什么时候打的？快30年喽。那会儿还没我呢。少爷想不想听一下老黄的故事？你说。其实也挺简单的。我最早是个铸剑的，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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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突然有一天悟了剑道，成为了一名剑客。这也能行？运气好啊。你接着说。然后就游历江湖，收集天下名剑，入我剑匣。就这剑匣子，全是名剑。天下10大名剑，里面原先有6把。原先？我去东海武帝城挑战王仙芝，留了一把黄炉在城墙上。输就输嘛，哪有人长胜不输的？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输了，我当时特别害怕，怕死，怕败。后来我就逃了。离开武帝城之后好几年了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梦见我被王仙芝打败了，丢了性命。少爷，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北凉吗？北凉离东海很远的。我就像个老鼠一样一直躲，不敢去面对武帝城，不敢去面对王仙芝。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直到跟少爷游历了这3年，我才过了这一关。跟这3年有什么关系？少爷，您不会武功，这3年你没躲过，没退过，没怕过。怎么说呢？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了。失败啊，死啊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我终于可以面对那个在我胸口压了30年的武帝城，我终于可以去面对心底的王仙芝。这场架，我不会拦着你。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烤地瓜，没你烤的好吃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。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
那你不是要去武帝城吗？之前还去龙虎山干什么？做买卖。跟龙虎山的人做买卖。龙虎山里边有个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师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就是反正这场架也不打，不如顺便跟龙虎山要点东西。那当然了，雁过必须拔毛啊！你要什么东西？保密，少爷以后会知道的。老家。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一早。这么急？哎呀，这欠了30年的假，早点打完，早点了心事。老黄，你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？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田里寻苦。老狗，天下这首歌原来唱的是你自己的，可不是吗？我呀，号称剑九皇，其实第9剑根本就没弄出来，直到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，这才有了剑九。那不是挺好？少爷，剑九的名字，您给起一个呗。咱们这3年能走多少路？来来回回的，怕是有6000里。那就叫6000里。不喜欢，咱俩再换。就这个名字，剑九6000里。少爷，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学，就是不学。真不学，回头遇到什么难事儿，我这有4个字还是挺管用的啊。这个我也知道。风紧，扯呼。我想送你一个东。
这盐好吃。你有啥想跟少爷说的？你说。他说：“少爷，留步吧。”走吧，我送你们出城。少爷，留步。那王仙芝厉害吗？天下第二。那第一谁啊？他自称第二，天下也就没了第一。哇，那你能赢吗？管他的，这输也好，赢也罢，这欠了30年的架，这总得打完。打完你就赶紧滚回来。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其实你可以不让他去的。他逃了大半辈子，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命运。这样的老黄，谁都没资格拦着。哥，慢点儿，汗都跑出来了。老黄走了。啊。他手上给你拿的包子，还想让他带上呢。会回来的。怎么我家黄满儿也学会叹气了？要是老黄不走该多好。所有人都留下来，都不要离开。对，都不离开。
说也奇怪。你说这个北莽南宫，也是名门世家，我派了密探，打探了这么多时日，也没有把南宫普业的根底给挖出来。你该相信你儿子的眼光。就这位，有多大功底？从一品，给他10年，可拜尽终生。哦，这么说，咱们家凤年捡了一大宝贝。啊，我下了。宗师风范。宗师该是什么风范？好看。今日不该是你的籍贯之礼吗？怎么跑来看刀？徐骁想让我师傅观礼。会下了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这是他给自己搭的囚笼。天下乱战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你何必再纠缠往事啊？你还记得当年天下人是怎么说我的吗？你就不能放下吗？怎么放啊？沾满了血的手，洗不干净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早就应该自刎而亡了。不一样。我当年是为了不再乱世，拾起了刀。现在呀，黎阳一统，我的事已经做完了，而你的事却没做完。北凉上空，这徐子淇还不能落下，所以你不能停步，还得接着走下去。你比我辛苦啊！你就自己躲清闲吧，把他们最难的路留给我走了。我还帮你教儿子呢。就你，教的确实不错啊。下去吧，凤年，籍贯之礼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哎，李义山是你师傅，难怪你不肯学武。以心治理，好过冲阵杀敌。只是这样的人最多做幕僚，却难以令三军归心。若是我接掌北凉，怕是难以服众。你是想这么说吧？你都知道，为什么还不肯学武？一个文武双全的师傅，你觉得能活多久？所以全天下人只知道你好色、荒唐。废物，命长。你该走了。
今日是我籍贯之礼，要不要一块看看？我怕吵闹。行吧，走了。师傅还是不肯下来。哎呀，爸，就他那身子骨，哼，这么冷的天，他肯定吃不消的。嗯。王爷，龙虎山密报。老黄已经离开了龙虎山，正在前往武帝城的路上。早点打完，早点回来。东海王先知，岂是凡人可敌的呀？啊，今天是你的籍贯之礼，不说这个，走。等等，宗庙是在这边。我知道。籍贯之礼应该去宗庙才对。我给他改了。按照古制，要祭天地、祭先祖，都不用祭。不祭天地、不祭先祖，那去哪儿行籍贯之礼？去见你娘，也好让她亲眼看到你籍贯成人。你娘生前呀，最喜欢的就是这2尊尸像。那边是你的2个姐姐和黄满儿，只有你在这一侧。你娘对你的宠溺偏爱，从未有过止境。都说我徐骁是一个疯癫残暴、不识礼数的粗鄙之人。我认了。今天你的籍贯之礼不祭天地，只拜你娘。黄满儿呢？哎，你还不知道你这个弟弟啊，每次给你娘上坟，他哭的都是撼天动地的。还是把你的籍贯礼完成了再说。啊，走。